吸煙危害健康，衛生署推出6月戒煙月，以唔同途徑鼓勵同協助吸煙人士嘗試戒煙。有意戒煙嘅人士可以下載戒煙達人應用程式，免費領取1星期戒煙藥物試用裝，或者中醫戒煙2月貼，協助佢哋舒緩退癮症狀。應用程式仲可以記錄戒煙進度，同提供對抗煙癮嘅貼士，幫助大家維持無煙生活。今年新推出嘅 AI 戒煙輔導服務先導計劃治療戒，由 AI 為有意戒煙嘅人士即時提供適切嘅戒煙資訊，仲會根據用戶嘅吸煙史同戒煙偏好，提供個人化戒煙輔導同情緒支援，同埋協助用戶練習拒煙技巧。為咗自己同屋企人嘅身心健康，而家就開始戒煙啦！想了解更多，可以打戒煙熱線1833-183。